説明更出諸佛狂說。你既然明白到呢番道理咧，你也應該要知道，在呢個第一義空中啊，本來就係冇三種相續嘅。見到有三種相續，都已經係顛倒咯。雲何今日我佛證得妙空明覺，消滅咗三種相續，還復本有一心之後啊，你再問我佛，究竟何時何日再生嘅山河大地先有為相呢？所以佛話照你咁樣了解，你應該明白呢番道理噃。雲何問言？點解今日你又再復問我佛？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呢？點解你再問佛？話佛啊，今日證得呢個妙覺明空，妙覺就係指個直常真心呢，係遍覺法界，所以叫做妙覺。明空呢就係明心性，雖然係明遍法界啊，但係身體暫然離一切相了無所得，故名叫做妙覺明空。何當更出山河大地？何時何日啊？再復更加出生嗰個山河大地嘅先有為相呢？你咁樣問法啊，實不應當。咁上來佛呢，就第一顯示三種相續，皆是全體虛妄。所謂此文無本就性不顯空。咁啊，再其次呢，就係顯示啊，釋迦牟尼世尊因為有修德，滅咗所有一切粗細煩惱障垢以及三種相續，而證得個妙覺明空呢，就不復再生山河大地。就譬如上來話翳定若期，就花於空耳。就又如金礦集於千金，其金一瞬，更不成集。如木成灰，不同為木。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如是。咁呢段文呢，就譬如真智真顯，就不從起妄。真智就係菩提，真顯就係涅槃。如來既然究竟顯化嘅真智嘅菩提，究竟證得嘅真正嘅涅槃呢，就不會重複起妄。就譬如啊，嗰個金，其金一瞬就不復更雜。就譬如個木呢，燒成為灰呢，不同為木。咁佛呢，用呢兩番譬喻嚟到為富樓羅先生解釋。個又如金礦就集於千金。個金礦呢，證明個礦中有金，所以叫做金礦。就集於千金，呢個千金呢係清純之金體，金體清純，不集其他嘅。金又係集於千金，即係有混雜響呢個礦嘅裏面。礦中就有呢個真金，咁啊礦中雖有真金啊，但係因為佢同嗰啲礦混雜咗啊，所以你冇辦法將個金攞出嚟用噶噃，就必定要經過土篩，所謂淘沙始見金，咁啊淘晒嗰啲沙石出嚟，然後再經過大野紅爐煎，去晒嗰啲雜質礦質，就成為純淨嘅真金。就其金一瞬就不復更雜啦。到呢個時期嗰個金體一到純潔嗰個時候，冇咗嗰啲雜質呢，更不成雜，佢就更復呢，不會再成為嗰個雜質，唔會再雜到其他。到呢個時期完全係真金啦，
你將佢點用都得啦。咁呢段譬喻啊，嗰個金就譬如菩提，礦就譬如五陰煩惱。今日話譬如金礦集於千金，譬如眾生嘅菩提佛性啊，係集在五陰煩惱中。在五陰煩惱中有眾生個菩提嘅佛性喺度，所以話猶如金礦集於千金。雖然五陰煩惱中有眾生個菩提佛性啫喎，但係你要知道未曾經過修得，所以菩提佛性就不能顯啦。咁就必定要經過修啦。咁修呢就有兩種，一就係福，二就係慧。咁呢個福德就包括有好多，就譬如啊個銅沙啦，慧呢就譬如大野紅爐啦。咁由於福慧二種嘅力量啊，去支持個五陰煩惱嘅障搞。咁啊五陰煩惱之障搞先要除啦。到呢個時間，我哋本有菩提嘅佛性嘅純正現前。咁既然純正現前，就只有一盡永盡，就更不存在，再唔會集到個五陰煩惱，就其間一盡就不復更假。而木前灰就不同為木啊！佛又再用一種譬喻為佢解釋。譬如我哋而家燒木，由火嚟燒木，木呢被火燒咗之後就變成炭咯。咁由炭呢再燒，燒到佢通透啦，就變成為灰啦。咁呢個灰就譬如裂盤，木就譬如生死。今日話如木成灰就不同為木，就譬如我哋眾生，若果能夠在生死中依佛所說嘅摩訶般若深修實踐，從此斷我哋嘅生死，而成就涅槃。咁成就涅槃之後就不同為木，不復再重受個生死啦。所以佢話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而時，呢段就正一係總結合法，十方諸佛所證嘅菩提涅槃，就係個智德同埋個見德。菩提就係如智，涅槃就係如理。咁十方諸佛成佛嘅時候，為乜嘢緣故佢能夠究竟證得一切種智嘅菩提，證得個不生不滅嘅涅槃呢？原來就係由於諸佛菩薩經過三期修福慧，由三大阿僧祇劫收集福慧啊，由福慧二種功德而斷除一切粗細煩惱垢染。就譬如用嗰個竹篩，用個大野紅爐燒除晒嗰啲雜質，再用個火咁啊將嚿木呢嚟到焚化，所以就成為純正嘅真金，就成為完全都係個灰，就冇咗嗰個雜質礦，又冇咗個木啦。就譬如諸佛菩薩，因為由有修德，
斷個五陰煩惱滅個生死，所以成就個菩提涅槃。亦復如此，亦如上來其今一順不復更擇，而目成灰不同為目嘅道理一樣。如來一見到個菩提涅槃之後呢，從此就唔會再起妄，再唔會有迷真起妄之事。為呢個緣故，因為佢有修德。咁點解眾生又會有迷真起妄？因為你冇修德。就譬如嗰個金同埋個礦混雜呢，你未曾經過淘沙，未曾經過大野紅爐，永遠都係金與礦撈埋一齊，冇辦法取出呢個真金被我哋所用。就譬如呢嗰個木嗰個柴，未經過大火燒佢，你永遠都係木。呢啲就譬如眾生因為冇修德，所以終日都係在呢個五陰煩惱中雜有佛性，佛性雜在五陰煩惱中。眾生嘅生死呢，終日都係生死。呢啲緣故就係由於冇修德。咁如果眾生有修德呢，將來斷除個五陰煩惱，滅除個生死，還復自己本有清淨一心，成就菩提涅槃啦，亦係同佛一樣，唔會再迷，唔會再玩住個山河大地嘅。咁由呢度呢，亦係證明出諸佛果上嘅菩提，亦無非係由因而感果。其今一順呢個就係引因，不復更擇呢就係果啦。而目成灰就係因，不同為目就係果，就證明如來今日所成就嘅菩提種子啊，都係由過去呢個摩訶般若同埋個福德因緣成就。乃至到今日如來所成就嘅不生不滅涅槃呢，亦係由修因而感嘅。故此話佛果菩提果上嘅功德呢，亦係由因感果。咁就證明嘅因果，不但我哋做生態啊係如此，就係佛界呢亦係如此，唔係話我哋做咗聖人成咗佛，我哋就唔使受嘅因果範圍支配，唔係嘅。你哋諸佛菩薩一樣係要被嗰個因果範圍去支配。昔日文殊菩薩起佛願，就被貶到鐵圍山。佢忽然間呢見到有釋迦牟尼佛有修行之士，即時呢就貶去鐵圍山。鐵圍山呢屙地獄嘅。點解文殊菩薩起佛願係被貶到鐵圍山呢？因為你起佛願呢，就係起呢種邪見咯。金剛經話：若以色見我，以因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話若以32相而觀如來呢，咁點能眾王識如來？華嚴經話：音聲皆如幻，色相都亦復然，不了彼真性，人不見佛。你既然落於邪見啦，所以就要轉去鐵圍山。呢啲亦係因果。咁我今朝就睇一段故事，係睇報紙睇翻嚟嘅，有關因果嘅，我講下俾你聽。世俗人呢，往往話將逢機作馬良，即係逢機作馬良呢，嗰個逢字呢就兩點水，就作個馬㗎係嘛？咁咪逢個機字呢，
就冇咗兩點啦，經多個經啊就冇咗兩點噶啦。但係如果將個縫字個兩點等落下邊嘅經字咧，嗰個經字就作為兩點，嗰個馬字咧，嗰個縫字作為馬字啦。所以世人叫話認錯人啊咁，或者咧錯認一件事啊咁，佢就話人家咧你錯認縫經就作馬良。咁呢個縫經咧係宋朝人3元及第噃，狀元探花榜啊。咁啊點解佢會得到3元及第呢？咁亦係因果。原來佢個父親啊就做商家嘅，咁做商人啦，就一來一往就買賣啦。喺呢笪地方買咗啲貨，就去大笪地方賣咁嘅喎。咁有一次，佢就正在呢入京都買賣啦。嗰個太太就攞咗啲首飾俾佢，就對佢講：佢話你我40多歲咯，都仲未有兒女，我呢就唔想你啊逢門結孝，所以呢次你上京，我希望你啊就到京都買一個妾，咁希望為你逢門呢就有翻一點孝。咁個馮經就聽個太太講，去到京都啦，咁就唔係問人家，咁啊為人介紹呢，就買一個女子作妾嘞喎。咁就講明呢就幾多錢啦，埋身嘅喎，自己砌嘅嘞喎。嗰個女子宣旨嘅時候呢，就痛哭流涕，就雙珠流淚。嗰個馮經就問佢：佢話如果你唔歡喜呢，你就可以唔賣啊。佢話我唔係，不過我有我嘅隱衷。嗰個馮經就問佢：咁你而家你為咩緣故要咁樣自己埋身呢？咁呢個女子呢就對佢講：就因為啊，我父親係在朝為官嘅，咁由於佢得罪咗嗰啲顯貴嘅人，人家就誣衊佢，為咗要洗脫罪名啊，所以冇辦法呢，就要將我埋身，用嗰啲錢嚟到為我父親洗脫罪名。咁當時個馮經聽到呢，就憐憫佢，俾咗啲錢俾佢。佢話呢：你翻去啦，送翻佢翻去同佢個父親團聚，就唔要呢個女子做佢嘅家妾。咁啊後來呢，又翻去嘞喎，見到太太嘞喎，個太太問佢：我呢次唔係俾錢你叫你上京咪買個妾侍咧，點解唔見你帶翻嚟㗎？嗰個馮經個老豆啊，就對佢講啦，佢話因為咧買住個女子就係咁嘅，我個心咧有所不忍，所以就將佢送翻俾佢嘅父親啊。咁當時佢嘅太太聽到咧，好歡喜。佢話你立心如此啊，唔使憂冇後㗎，你一定有後嘅。所以就不久之間，佢個夫人懷孕啦，懷孕呢就生個馮經。當住馮經出世，嗰啲鄉民啊，聽到個天空中呢有人打鑼，有人打鼓咁。即係做乜嘢？點解會有人打鑼打鼓？初時啲人呢就唔為意嘞喎。
點知到後來啊，嗰個馮京做咗3年及第之後呢，啲人就醒啦。梗係啲狀元出世啊，所以打鑼打鼓就迎接狀元啦。啲人係咁樣講，咁呢啲可能呢，實事又唔定，或是呢唔係實事又唔定，即係打鑼打鼓嗰啲啊。不過照馮京嘅父親立呢種咁樣嘅心啊，就決定係有後咯。佢唔願意玷辱人家，唔願意拆散人家骨肉，呢一年心呢，能夠與天地萬物呢一體嘅噃，天地有好生之德呢，點會令到佢絕後呢？呢啲亦係因果嘅。當時又有一個歐陽修，呢個歐陽修呢，好細個啊，就死咗老豆嘅。在於佢自己同嗰個母親立碑嘅時候就講：修不幸生4歲而知，正對大就冇咗老豆。咁啊由佢個母親提子嘢。咁當時歐陽修嘅父親呢係做官嘅啫，因為做官做得清，荷包就空丁丁嘅，所以死咗之後呢，正值支持家務長物。根據歐陽修個老母對佢講呢，佢話你爸爸死嘅時候，無一兩之地，一瓦之房，一塊瓦都冇，一尺咁多地都冇留俾我，你就得個4歲大。試問我憑邊度嚟到去守節養你呢？但係我有一種自信心，我知道將來啊，你父親有一個好孩子，有一個好仔，我對你呢好有信心。點解？佢就講，歐陽修嘅老母就對歐陽修話：佢話以父為利，有青年嘅做官就做得好廉潔。做得好廉潔啊，當然冇咁多醫業錢翻嚟啦。但係又好知意喎，人家貧窮啊咁，佢又憐憫人家過唔去呢，佢又周濟人家，哀鰥寡叔，孤獨盡貧窮死不足。同時又去賓客噃，好顯客嘅，人家嚟到呢，將住招唔到。咁呢個俸祿就有限嘅，你既然又好知又顯客，所以常常屋企呢，差唔多家務隔日糧啊，但係佢一樣係咁樣做。咁啊有時啊，判決到啲犯人要死嘅判死罪嘅咧咁。上方已經係判咗死罪啦，佢成晚黑呢就揸住呢封公詞，左睇右睇，長啲呢檢查，點樣？佢想出辦法為呢個死囚，為呢個罪犯解決佢呢個死囚之命，希望同佢絕世逢生。但係等到啊，燈油已乾，雞已明照天光，都冇辦法諗到一個方法嚟挽救佢嘅時候呢，佢就只有長呼嘆息，有時呢就流淚，咁就證明佢呢係有慈悲心，有仁德之心嘅啫。佢話再其次，我初入了歐陽門嘅時候啊，即時呢，你祖母就死咗不久，
即係歐陽修嗰個祖母就死咗冇幾耐，所以就冇辦法侍奉你嘅祖母。但係我哋知道你嘅父親對個母親好孝順，因為嗰個時期呢，即係歐陽修嘅祖母死咗冇幾耐啊，每逢祭祀呢，歐陽修嘅父親就跪喺祖先嗰度對住嗰個母親嗰個木子咧，嗰個子位即係嗰個神主牌咧喊啊！就即常不覺，而今有義，其何實也？昔日我自己未曾做官，所以對於父母嘅敬重呢，就冇咁高調。但今日自己力量可以奉養啦，就已經死咗啦。咁啊，每一餐食餸，如果好啲嘅時候呢，佢睇住啲飯夾住餸咧，佢又喊又唔食得落，又想呢個母親嘅，所以歐陽修個母親佢話咧，由此我知道你嘅父親咧，必定有個好仔。我根據呢一點咧，所以啊，我有信心喺度守節，做個苦肉齊齊你。咁呢啲係乜嘢咧？又係因果。因為歐陽修嘅父親為未年，後之以喜奔行，有仁德之心，有孝順心，呢啲完全係一種好嘅正因喎。既然有咁樣好嘅正因，將來必定啊會有好嘅後果。所以話唔知以前必將有後日，故此歐陽修呢，後來啊就當然做到入內咗，在文學界中呢係一個有名氣嘅人啊。咁呢啲完全亦係由嗰個善良之因而感到呢個善良之果嘅。但係世間有好多人講嘅啦，佢話殺人放火金腰帶啊！周朝整路咧就冇屍骸，咁咪冇因果？唔係咁講嘅，我話俾你聽，殺人放火金腰帶，佢呢個殺人放火嘅惡因，佢而家未熟啊。而家金腰帶即係呢有功名啦，咁呢啲係乜嘢？就係由佢過去所種下嘅善因，而家熟咗，所以就受咗佢先。但係殺人放火嘅咧就未受到，等你將來受。周朝整路冇屍骸，周朝整路係你而家所做嘅善因嘅啫。但係你要知道冇屍骸嗰種惡果係你過去所作今生受嘅，呢啲就係因為遲早嘅問題，就決定受嘅。除非你唔作而得業，一作業呢若起若丑呢決定受嘅，唔會話行遠嘅。你睇下諸佛菩薩亦無非係由因而果，所以眾生對呢個因果亦不能逃脫。若起若丑都係在因果範圍之中。不知來來又以問言，地水火風本自然用周變化界，而水火算不相凌烈，由天空空集諸大地，非變化界就不合相容。呢段文呢就係答覆過來流落第二個問題啦。因為富流羅喺將來呢就問實兩個問題。第一，佢係藏正清淨本源，云何不爭三河大地呢？佛就已經答覆咗佢，由眾生一念不覺，所以就挽起三種相續嘅三河大地之有為相，次第先為真義獨處。富流羅問第二個問題啊，個地水火風就不合相容嘅。
有靜就無火，有靜就無水，有水就無火。點解世尊在上文中話一一皆周旋虛空呢？而家佛就答覆佢呢個問題。家師嚟啊，由以問言，又者你在上文中問我，地水火風本性如何？地水火風空呢個五大啊，就本性如人，其本有之性體係圓滿，係雙陽。圓滿雙陽就冇正冇礙冇間冇假，所以就周遍法界，周遍普遍於法界，法界處處都充滿嘅地水火風風。所以你故嚟就如水火性就不相凌烈，你就疑惑呢個水火同埋地大同埋個風大之性質呢，就不相凌烈，不能夠相讓，而彼此凌烈。有火就無水，有水就無火，有空就無地，有地就無空，所以就不相凌烈。由天空空集天大地就推見法界不合相容，你又先問我佛，呢個空空性集大地啊，就推見法界嘅道理。因為上來佛結個空空同埋地大，一一都周遍法界，暫時常時皆以來像啦。咁你呢就問我，點解個空空同埋大地周遍法界呢？空空同埋大地就不合相容，唔應該彼此互相形通嘅。空空就要空空蕩蕩嘅，地大就天外嘅，一個就天外，一個空空蕩蕩，點能夠互相容納呢？有地就無空，有空就無地嘅啦。你故嚟喎，上來就咁樣問我啦，我向下呢就為你解釋。故嚟譬如空空體雖尋相而不具依相法揮，所以者何？故嚟比太空空日照則明，雲同則暗，風搖則動，情就則清，地形則直，土的成貌，水情成影。天雲河而方之有為相，為因彼生為復空有，若彼所生流落，且日照時，據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為日的。雲河空中更自然日，若是空明空興自者，雲河中之雲霧之時，不生光異呢？光之自明，非日非空，不異空也。向下就立義啊！釋迦牟尼世尊立出一個譬喻，去為流羅解釋地水火風圓融嘅道理。個師流譬如空空體雖尋相，而不具備天相法揮。呢一段文呢，就正一係整譬喻。佢話空空就空空蕩蕩嘅，虛榮虛蕩嗰個虛空啊，就體雖尋相，虛空之體呢，就非自尋相，尋相就一切之嘢。咁呢個諸相係乜嘢呢？就向下有明相，有暗相，有動相，有清相，有直相。咁而有一切之相，咁一切之相呢，都唔係虛空嚟嘅啫。虛空係空空蕩蕩咧，又唔係明，又唔係暗，又唔係清，又唔係直，所以係體雖尋相。
但係佢不具思想發揮。虛空雖然唔係群相啫嘛，但係佢不拒絕一切思想在呢個虛空中咧發揮即係生起。譬如你點起嗰啲蠟燭，虛空中就有明燈；你關埋晒嗰啲窗，咁變咗個空間就有暗嘅。如果你話撒啲沙塵上個空間就有直；如果你話搖擺就有動，唔擺就有轉。除非你喺個空點樣做得好，虛空係冇障礙嘅。你起10層大廈咧，虛空又俾你起。你話你唔好起咁高啊，冇嘅啫。你起間茅棚咧，個虛空又唔會話你唔好起茅棚㗎。如果打起真嚟咧，打咗你間茅棚嘅，又冇咁樣講嘅。咁呢個虛空就譬如乜嘢？就譬如如來藏境。行相就譬如七大，今日話譬如虛空體非行相，就譬如如來藏性嘅本體就非是七大，唔係名，唔係嗰個地水火風空金色，但係而不具備思想發揮。藏性雖然唔係地水火風空金色但係藏性都唔會拒絕地水火風空金色嘅發現嘅喎，就係因為藏性有隨緣之用所以從呢個隨緣用中就產生咗個七大啦。咁而呢個七大既然係從個藏性中而顯嘅啦，七大本體就係藏性嚟嘅啦，唔係別有七大嘅喎。七大當下就係藏性，藏性係圓形㗎嘛，藏性既然係圓形啦，所以七大亦係圓形。七大既然係圓形，所以就彼此不相離滅，唔會話你障礙我有障礙你嘅。就譬如嗰個虛空產生咗一切思想之後咧，你不愛我，我不愛你，有咗佢又唔能發展。故此話就呢段文咧，就係總括嚟，所以這何點解我佛話虛空體非行相而不具備思想發揮呢？不知話喎，舉太虛空，日照則明，就雲動則暗，風搖則動，就情際不清，氣緣則濁，土色成貌，水緣成影。佢話呢個廣大嘅虛空日照就則明，又有日光嘅明照，所以就有明象啦。咁有個明象生起，個虛空又隨得你，唔拒絕你呢個明象發揮嘅。雲群嘅側眼，假若話嗰啲浮雲積集起嚟冇咗太陽啦，呢雲照於個天空，蓋住個天空，就係有個暗象啦。咁但係個虛空又唔拒絕你呢個暗象發現嘅，風搖就觸動，個風咧係搖擺，就有個動象，但係虛空又唔會阻礙你嘅動象發揮嘅。情際就則清，情際咧就落個雨，就將大地嗰啲灰塵練咗，咁咪情清至明，叫做係際情。到呢個時期，大地情深100萬里，呢種係清朗之上咧，虛空又唔會阻礙你嘅喎，隨得你。氣形就則濁，假若話嗰啲氣候凝結咧，灰塵凝結啦，所以就感覺得個空氣混濁啦。但係虛空又唔會障礙你，唔會阻礙你呢種嘅混濁嘅氣息產生嘅啦。土色成貌，假若嗰啲泥土堆積一處咧，就成埋變一個丘堆。
虛空咧又唔會阻礙你，唔會障隔你，隨得你發展。就水平成影，假若個水平直不動咧，佢就有反應之功，照見天上一切星宿乃至一切之物。但係個虛空係隨得你發展嘅，冇障礙你嘅。咁呢段文就係解釋虛空體非尋相而不被思想發揮。咁能學在領為樂嘅意思係點？佢話如是時方知有為相，呢個有為相就係相落個明暗動輕薄埋影，就叫做有為相。因為相來所說都係有作為之形象，時方就係各種不同嘅方向。處處都有呢啲咁樣嘅相貌嘅，故名叫做如是時方知有為相。就唯因本身為實空有，佛話呢種咁樣嘅有為相係唔係因為佢自己本身生出嚟呢？抑或係從個虛空而有嘅呢？咁就若彼所生，假若呢種嘅有為之相係從彼自己本身所生出嚟嘅，就出嚟啦。小人見時，咁現在前少啊，你睇一下嗰個日嘅太陽照耀嘅時間呢，就對時日明，對時係由嗰個日嘅光明照耀啦，十方世界就成為日色啦。咁十方世界之中，同時變為嗰個日光亮之色嘅啫。因為你話係同佢自己本身生嘅嘛，個光明如果從嗰個日嘅本身生咧，咁個日啊，咁係遍於十方世界，咁啊十方世界咧，彼此間都係同為嗰個日嘅色嘅，但係個日咧好細嘅啫喎，十方世界咁大啊，點解你十方世界同為日色咧？就必定係嗰個日咧分散在遍於十方世界嘅啫。既然嗰個日分散在遍於十方世界，就雲何空中更見如日呢？雲何你在呢個虛空之中更實見到有個圓圓嘅太陽呢？就證明嗰個日呢就唔係分散在於十方世界嘅啦。個若是空明，就空應自己。假若呢種光明係由個空而發現嘅，由個虛空而發出咗個光明呢，就空應自己。嗰個虛空就應該要自己能夠照明自己嘅啦。雲何生之雲霧之時就不生光耀？點解啊？在於星之色係半夜，咁半夜本來都仲有啲星光，但係雲霧之時呢個浮雲同埋嗰個障霧重封咗，在呢個時期不生光耀，就見唔到呢個光明嘅照顯。嗰個時候一樣有虛空啦，點解唔見有光明呢？就證明個光明非是從日出，也非是從個虛空而生。佢話當知是命，非日非空就不如空也。你要知道啊，呢個光明呢，就唔係由日而生，由空而出，但係又不如空又得。佢唔係話同嗰個虛空同嗰個太陽唔同嘅啦，因為離開咗個虛空，離開個太陽就冇咗個光明啦。咁上來所說呢個空同埋嗰個太陽，就譬如個象徵，個光明就譬如七白，光明唔係由個太陽有，唔係由個虛空有，就譬如啊呢個七大呢，就非是係象徵，非是
係嗰個直常真真，但係要不移空日嘅。如果你話離開個常性之外，根本上就冇咗個七白。咁究竟點樣講法呢？你要知道，常性有不變體，有隨緣。若果話同佢不變體中，就係非日非空；但係如果同佢隨緣用中，就不異空日。假若話同佢不變隨緣，就有七大產生。若果話隨緣不變，七大相體就係如來藏啦。如來藏緣嘅無礙，所以七大亦無礙。故此你